真欢喜，咱搁斗阵来敬拜阿拉上帝，请咱即是咱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新圣诗119首，新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咱来吟第一段就会使，第一段。上帝。 新圣诗583首，新圣诗583首，愿主顺利圣手。同款来吟第一节，第一节。愿主顺利圣手，看我罪过。 虽然路中因有万万耶稣的路，让在你安眠，我心所靠近，主我心与指引我脚面前。来，第三首，这首真久无吟嘛，咱搁来行一遍好啊。新圣诗400首，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主祝你心心的安宁。让你我有主的听头，亲像等到我醉，地蒙古昂你看地主的歌。小等下爱搁吟一摆反复哈。再来，愿主的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我主祝你心心的安宁。让你我有主的听头，亲像等到我醉，地蒙古昂你看地主的歌。愿主会仁爱永远甲众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哈，阿免，感谢主，主已经听咱，为咱来牺牲，来救赎咱。这是一个伟大救赎咱坎的来学乐咱的主，请咱大家起立，咱来敬拜学乐。请你先甲厝边隔壁讲，耶稣听你，我嘛听你。耶稣听你，我嘛听你。来，拍拍来学乐咱的主。是你的天涯所受的死，到处光辉随我最前提，你无跟我手最共同家，天更你的名，天更你的名。
欢迎圣神来到了阮当中，欢迎圣神来。教堂圣神，愿欢迎你。教堂圣神，愿欢迎你。愿你成为我眼的我，当我把一切被救赎。尊上主，心切切靠我，让他学习，让他学习，让他学习，我与你啊，健康学习，满怀疑你。健康学习，满怀疑你。我的黑一秒的在，就你心里高度，你前行你。我是他，不给你的走，让他学习。让他学习，让他学习，我与你要啊，看圣神，健康学习，愿欢迎你。健康学习，愿欢迎你。愿你成为我眼的光，当我把一切被救赎。尊上主，心切切靠我，让他学习，让他学习，让他学习，我与你啊，让他学习，我与你啊。相信圣神，咱的圣神已经伫咱会中，相信圣神的永远拢甲咱同在。感谢主，愿小事愿望的上帝，互咱对着神来充满各样的平安甲稳定，也互咱会当借着圣神的大开力，互咱满有愿望。阿免，阿免。感谢主，所有的愿望稳定，拢是对咱的主来。请咱搁较深，搁较深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何等稳定，何等安定。的心好好的灵前，开我心梦，予我为看见，眼感阮的心，领受心领我罪，对你也来的温柔谦卑。我的温柔。
河顶云顶，主你看阮做宝贝；河顶云顶，主你使阮做清气；河顶云顶，你用尊贵免流做阮的冠冕，主阮的嘴要学落，你无停。感谢主，你十字架救赎；感谢主，你为阮来牺牲；感谢爸上帝。无穷无尽的疼，主，阮深信你就是阮所敬拜独一真的上帝。感谢主，你应允，你有应允讲，伊若信来受洗，就要得到救。感谢主，你救赎，互阮会当白白来称做义。感谢主，阮伫你面前安尼敬拜而乐，愿主你来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样的重担，甲快快填满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主神看耶稣，就是对神的源头，甲正美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弟兄弟姊妹，请咱即时三角来吟诗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来吟神圣诗119首，神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上帝的囝基督，用最好源头，用上是阮所好，亲像水长流，我心中我。
济，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真国活的主，三位一体的主，你是堪伫阮敬拜、学乐甲尊重的。你的慈悲仁爱较大天，你的诚实达到强冲，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主，伫5月份头一个圣日，阮由愿来到伫你的圣殿来守安息日，来吟诗学乐你。阮深信，除了你以外，阮无有别个上帝，因为你是独一真的天父上帝。主啊，恳求主你，因为你名的荣耀来赦免阮所知，或者是所毋知的过犯。求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阮，求主你用着你的话语来反转阮的性命，来塑造阮的灵命。求主你用着你拯救的大甘霖，来救阮脱离逐样的试探。求主你也用你医治的大权能来医治阮当中的兄弟姊妹有辛苦病痛的，恳求主你来医治，也恳求主你用着你的和平、公义、仁爱，赏赐伫阮当中的赏赐伫全世界。伫即个多变的世代、无安定的环境当中，阮需要来倚靠你，来grund地你。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行伫主你的心意内底，也赏赐阮会当有聪明的灵、智慧的灵，以及倚靠也合法的灵伫阮当中，互阮不管拄着啥物境遇，拢来专心来找你，专心来grund地你。特别是阮罗州教会即摆还袂有牧师的时阵，恳求主你来任命阮的罗州教会，来掌管伫阮的罗州教会，继续来紧紧来为阮来超找一个合伫你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遮羊群。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咱即时三甲来启用。咱来看启应文第59，启应文59，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启应文59，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引。你若用嘴承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赏赐所有祈求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都无人传，哪有人听？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所传的信息？
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过。圣经啊，你记载，因会声音传遍全地。啊，只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咱就彼此相听。来，这是请两位兄弟姊妹起立，咱来读上帝的10条诫。来，第1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2诫，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第3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4诫，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圣。第5诫，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心。请坐。这是请咱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新约，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6章。马太福音书第16章。马太福音书第16章伫台语版本第20页。咱今仔日要对第13节看到
25节。大家看，我来读。耶稣已经到撒加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的学生讲：人咧讲人子是之水，因讲话讲是行洗的约翰，话讲是以利亚，搁话讲是亚利米，甲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之水，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耶稣因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有福气啊！因为迄去肉体的无指示你，就是我伫天里的爸指示你。28节，我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阴府的关爱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既若你伫地面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既若伫地面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20节，迄时就禁戒学生，无伫甲人讲伊是基督。对迄刻起，耶稣才指示伊的学生知，伊着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受济苦楚，搁受害死，第3日搁活。22节，彼得牵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即个决断袂到伫你。耶稣活当心甲彼得讲：撒旦，摕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杀害，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缀我，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既若救伊的性命下，要失落伊；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下，要得着伊。以上。这是真欢喜，咱要搁请陈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煞接顶主日的讲道主题：信仰是啥物的下集？信仰是啥物的下集？从时间来交予陈一志牧师。请咱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伫即个5月的节期来到，阮嘛知影天气有大的变化。特别伫5月是天气渐渐炎热，有梅雨的季节来临，所以伫即个中间，阮知影，阮的心情嘛爱对着季节来调换、来改变、来适应。阮知影，阮伫世间的日子，无论春夏秋冬，拢有上帝你的引带。阮也知影，阮所欠用的，你甲阮补足。你嘛引带阮人生头前的路站，互阮日过日，月过月，年过年。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满满有上帝的恩典、教育、原谅。阮今仔日早起，通过圣神的引带，你的听踮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彼此相听，来敬畏上帝，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甲今仔日早起，阮的敬拜，也要加做一个芳芳的事，得着主你欢喜的甘乐。也通过你的话，搁一摆诚做阮的亮光，诚做阮
伫行天路的顶面真要紧的指引，互阮会当遵趁主你的真理来行，互阮无怀拙，无跋倒，无失落，也搁较坚固阮的脚步。愿主赐福，通过你的话来教示阮，圣神亲自对阮讲话。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姊妹大家平安。咱这2礼拜，咱通过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5节，咱这段圣经的记载，有一摆耶稣问伊学生讲：恁讲我是什么人？我是几岁啦？我是谁？有真侪学生，因安尼照因的理解，讲你就是先知中间的一位，你是亚利米，你是以利亚。因为耶稣有迄款的领袖的气质伊嘛会讲预言，所以你感觉讲耶稣是因咧期待要来的一个弥赛亚，要成做因的领袖。不过独只有彼得讲什么？伊独排众议伊讲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儿。耶稣对伊的回答安怎讲？对，正确，苹果你讲了拢对，毋过你所讲的毋是出自你血气，是出自上帝对你所讲的。我想这点真要紧啊！咱常常咧信仰个别有无？我信上帝。过来咧，全能的爸，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过来，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好。过来，咱讲我是圣神，好来，这是咱的信仰个别。所以，咱对顶礼拜开始，咱有讲信仰是啥物？好，咱做一个小块的复习因为顶礼拜无来，现在过一礼拜过，咱嘛用了是不是呢？所以要甲咱复习者，毋过毋好占受者时间来，顶礼拜咱有讲就讲信仰的定义，叫做是对一个人、对一个物件、对一项事，也是讲对一个概念迄款的坚定的信仰，坚信不疑，对不对？包括对某一种思想，也是宗教的信赖甲敬仰。咱最近台湾。逐工新闻拢咧报什么？对，小妈祖安尼那几个月咧，什么白沙屯为大家搁到倒位北港是毋是？有诶软桥骹，毋是咧桥啦咧小妈祖就是讲很疯狂这嘛是因的信仰啊。敢毋是呢？你袂当讲安尼你信啊毋对，咱知因信毋对，毋过因着坚持嘛，迄就是因的信仰。过来，咱顶礼拜嘛讲着，信仰是人生终极的什么追求？一生咱拢咧追求，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咧追求什么？你是要信上帝？信仰会当互咱的性命找到啥瓦靠，互咱的信仰有中心，有一个真要紧的中心，有目标，讲有信仰才安那有力量啦。当咱咧软弱的时，当咱咧艰苦的时，咱着通过祈祷、信靠，是毋是安尼？互咱的人生才有愿望，才有快乐。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5项啦，头一项信仰是一种什么？个别。
告白，对吧？咱要结婚的时阵，咱后礼拜有结婚30周年以上，对不对？告白是啥？告白是啥？表明啦，把你的心内真正的心意讲出来。所以男女咧恋爱中间爱告白无？爱无？哎哟，无我哪知你有爱我？出自真心的哦。所以信仰是个别，所以亲像彼得同款嘛。伊讲你是基督，是真我上帝的囝，这就是这种个别。过来，信仰是种个人的体验，对吧？非卖品呐。伊毋是讲我这个无爱用卖你啦会使无？袂使。所以信仰是你甲上帝直接的关系，亲像代表讲，我是我的牧者，对无？所以上帝只有囝，无有啥孙。咱拢直接称呼上帝是咱的天父上帝，对无？咱互相彼此成做一家人，毋再叫讲某咪兄弟、某咪姊妹，是毋是安尼？来，信仰是一种存在上的跳跃、跳动。就亲像讲，你要过一个过一个沟也好啦，有当时你爱跳过，迄跳过有当讲，我讲法度，用信心嘛，你着安尼甲跳过，对无？亲像以色列人因要过红海，也是讲因要过约旦河，水真深真强，要哪过？来，靠信心。跳过去，过来第四种，信仰是一种人格上的什么决断，是讲决定。你爱经常啦，常常来这个时阵，你决定什么？有这个时阵，咱人生嘛有真侪爱你爱去做决定的时阵呢。譬如讲你的婚姻，譬如讲你的事业，譬如讲你要投资什么。有无？你要决定什么？这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捩点，过来最后一种，第五，信仰是一种生命的啥投资啦。有值得你投资无？信仰是一种无形的。有人讲，咱着爱为着咱将来伫天里。做投资啦，好，所以今日咱要继续来讲第六，但是对还未讲进前，咱即摆 Google 真方便啦，你嘛会当去上网去找，伫维基百科内面有讲到几项。伊讲信仰是只对一个人，比如讲伊的能力，对一个事物。对一个宗教伊的教条还是教导，无有证据的观点比如讲政治的信仰，为什么有遐侪人相信三民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有无？即摆问你三民主义是啥物？朱立伦去美国，敢若讲毋对伊讲民有、民享、民主，对吧？毋对啦，咱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伊才讲国父那立正的，对不对好来，我问你，三民主义是啥物？来，咱台北市有啥物路？民生兴啦，过来民权啦，过来。民主啦，对不？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民族主义，这都叫三民主义。你若是对这政治共产
共产嘛有因的主义啊，所以所有的财产大家拢共有的啦，无有个人的啦，拢国家的，是不是？无共款的政治的信仰哦，真侪人信服呢。哦，对伊有信心、有信任啦，讲这嘛叫做种信仰啦，你知道？哦，咱台湾即马算民主真自由啊，讲有迄独裁，有无？古早有啦，古早若安尼无小啊无吼，你若讲一寡较奇怪言论，就随甲你掠去啊，戒严，对无？即马讲咧戒严，无啊。已经解除啊，吼！后来，过来，这个就较长啊，吼！我小做个解释。伊讲信仰就是人对人生观，咱逐人爱有思考哦。你的人生，你是嘛什么价值观？你有价值观无？这个代志有值得你去做啊无，这叫价值观。世界观，你的世界是啥物？有个人就感觉讲，我世界就是台湾尔，我世界就是泸州尔，敢毋是？剩下拢跟我无关系，我世界就我厝边啊，我岛的人，叫做世界观啦。有伊的选择甲持有，这嘛叫做信仰哦。信仰会当体验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有可靠无？有落实啊无？所以伊讲信仰甲伊所信仰的对象是毋是有客观存在无必然的关系啊？宗教并毋是信仰对象，毋是我是咧信说的这个对象，乃是信仰的表现的形式。表现的形式袂当成做信仰的对象，有深无？听讲，你讲听有？讲了解？意思讲，你毋好甲人当作是你的信仰的对象，毋好甲伊神化。伊做啥物代志啊？伊拢对，伊拢对。即摆咱有台有一个党有无？莫讲人，恁知就好啊，是毋是安尼？无即摆咱会较侪人拢走去剪，迄个啥物啊？剪法院啦吼，法务部啦吼，去遐抗议吼，伪造文书不是罪，咁对，价值观都已经错乱去啊，应该迄个政治人物已经神格化，该都是神啦，安尼拢毋对啦，所以这毋是信仰，咱要真小心啦，好，继续咱来讲第六项，信仰是啥物？来，咱做伙读来，信仰有一种生命力，好，人有生命力无？无你哪会大汉？是毋是呢？咱对囡仔、对老母会巴肚出世，渐渐咱就成长，对不对？囡仔咧大拢真有看啦。你像讲，今年我的第三个查某孙出世，阮就去美国。即摆通过视讯嘛，看着迄孙，搁较大汉啊，嘛开始会晓爬啊，嘛发喙齿嘛开始敢若要学讲话安尼阮咧甲伊叫伊名，伊嘛有反应讲大较有看安尼囡仔咧成长真紧。无你看你较早的相片，哎哟，我较早那较少年，对无？缘投仔送，即摆咧面皮拢绕啊，老阿公啊，是毋是？毋过迄个是生命啦，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会突破一切阻挡的物件。咱你莫讲人啊，咱的植物嘛共款，你看草啊，咱是咧讲什么挡迄个小草啊，
草啊，伊咪当对石缝的中间啦，拔出来呢，哦，你莫看伊，伊嘛是有力量呢，会互石头啦裂开，所以不管你请做小草，你们不要小看我们哈，我们也是有生命力的，好来。信仰嘛是一种属灵的什么生命力哦，伊会当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甲行为的模式，甚至当改变你整个的生命。有当时咱讲这叫做顶头生啦。哦，这伫咱基督教信仰较。恶的想象啦吼，人会当重生。耶稣捌讲着这个道理，伊学生就无讲老师啊，人讲我都对老尾巴肚个顶头生一摆，会无？耶稣咧讲这个顶头生是咧包括你的思想、你的生命、你的行为模式。你会改变啦，所以莫怪保罗捌讲什么？一个人在基督内面，伊就叫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做什么？新的。咱早伫以西结37章捌讲到一个高大的骨头的啊啦，会高活，有无？后来，咱有圣经，毋知有拍出来。安尼无？好，我来读咱听吼。咱若圣经会当掀开以西结书第37章第1节到第10节吼。来，咱若无圣经，听我来读就好吼。后来我读互咱听，讲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下我伫山谷中，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伊互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看伊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多，看因真高大。伊对我讲：“人子啊，这个骨头会活袂？”我应讲：“主耶和华，你知伊。”伊阁对我讲：“你着对这个骨头宣传来甲因讲，恁高大的骨啊，着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甲这个骨安尼讲，看，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恁就要活。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搁互恁有肉，搁用皮甲恁包，用活气入伫恁，恁就会活。恁就知我是耶和华。第7节，对安尼我趁命令来宣传，当我伫宣传的时，有声忽然地动。这骨三联合，逐支开伊的本位。我看见骨的顶面有筋，有肉，个皮包伫伊的顶面，总是内面无活气。伊就对我讲：“你着向风来宣传，人子啊，着宣传来对风讲，主耶和华安尼讲：活气啊，对遐个风来分伫遮个。”受害的，互因会活。第10节，对安尼，我照伊所命令的，我来宣传活气，就来入伫因，因就会活。起来，徛成真做极大的军队啦！哇，这是一个新者呢。我以前若读到这段圣经，拢会感觉讲，上帝。会当将无可能的事变做什么？有可能的事啊！讲遐高大骨头，迄表示什么？咱讲人若过身了的啊啦，肉烂去对不对？拢剩啥？骨头。哦，古早无咧废话啦吼，就是用土作，叫。肉会朽烂，毋过骨头还阁留地。讲上帝会当将这高大骨头的安那，阁活，阁诚做真大的军队呢。这个说明就是讲，真实的信仰，互咱会当顶头生有国外的能力，
请问你有顶头生啊无？表伫倒位？过去我牧会的时阵吼，迄算我少年的时阵啦吼，某一间教会，有一个长老，伊其实真热心，逐项早起拢来参加这个早天祈祷会，迄个时阮拢有早天祈祷会，6点半开始，有早无？还好啦吼。恁几点起床？啊？5点就起床啊？几点困？10点、9点就困啦。迄叫我困，我困袂去。表示我无介老啦吼。为着要参加这6点半早晨祈祷，我拢爱早困嘛，就法度早起来。迄时阵头逐工的参加人其实无几个啦。伊讲真热心，伊嘛，伊本身是一个医生啦，迄阵嘛为着迄个有一个演唱会迄敢若是，伊都足反对即款流行歌呢，外国人要来。伊去迄个较早有巨蛋，嘛较早无小巨蛋的时，有迄个体育场有无？体育馆无迄个中华北路呀，体育场啦，去洗7个，讲要互即个亚力高声啦，倒去啊，伊就足反对讲这魔鬼安尼但是有一摆我毋知影伊咧讲啥物安尼讲就是。足生气，敲电话，迄个牧师又熟悉，要甲，猫咪长老啊，莫啦，咱毋通安尼啦，咱毕竟咱是牧师。伊讲，这就是我啦，我听了无满意，我就是要甲骂，我心内想讲，你遮熟练，这就是我的本性啦，你晓无？伊若起起来无咧分你啥物人啦，有当时咱嘛会安尼呢，所以我对这项事我嘛有一个警醒讲，咱有当时做牧师讲牧师嘛是人，会无？牧师会生气无？耶稣嘛会生气啊，有无？耶稣有生气，伊有变道无？为什么要变道？较早高雄有一个立法委员有无？做啥物？太久无讲叫伊名。伊嘛做过国大，嘛做过立委，做过民政局长，真出名啦！你知美丽的事件是嘛拢有，东华时代伊即摆无咧插政治有一摆就是迄阵。你认为请这国大代表有无？食饭准备要废除这万年国代有无？要民选总统有无？伊就是推动这个事结果这个焦辉啦，黄焦辉啦，我才想着，黄焦辉立委伊在做国大，伊伫李登辉的面前冰岛你知道安尼。名声透惊声啦全国出名有无？后来伊做甲立委，有一摆伊甲伊朋友去餐厅食饭安尼啦食西餐啦拢有先送菜即马送了就准备要送饮料，服务生就来问迄个立委请问你要热的还是冰的？伊讲我要冰的安尼那经理就紧来讲立委啊，是安怎哟？是我是毋服务无周到？无你若要讲无呀？恁服务真好无你若要讲要变倒？伊讲你误会啊啦！你都讲要变倒，毋互阮惊一个？无啦，我说问我你要烧还是冷的？我要冰的啦。笑，这件代志伊家己对我讲的伊捌讲我听伊讲我讲
为了伊兵道吼，安尼全国的人吼，拢知影这个事啊吼。嘿啊，所以咧，耶稣捌兵道啊，毋过伊是发圣地吗？是因为安怎？伫圣殿外口的人，因伫遐咧变卖有无？咧交易。当时就是讲，你要来圣殿献祭，爱摕无哈数的羊羔。毋过吼，祭司甲这生意人交结，因讲咱先摕去互祭司验，祭司讲啊，这有缺欠点，哦，你还佫摕转去换？伊讲啊，我行遐远的路来免哪换？啊，免去外口都有啊。迄个，你卖伊啊，悄悄卖伊啊，做换一个较好诶，啊，因仔才好啊歹，对不对？所以悄悄卖啊，佫卖较贵诶，啊，再佫摕去互祭司验。官商安那交结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啊，说甲因变道意思是物？讲我的殿是要诚做祈祷的殿，毋是要诚做啥？插修啦。耶稣的受气是安尼来，毋过咱袂当因为讲耶稣嘛捌受气，所以我受气袂要紧。吼，咱若做毋对代志，拢会找理由，你知道？咱来个耶稣是为着公义，为着上帝咧受气，伊毋是为着家己。毋过咱有当时啊是啥物？信主久久啊，咱依然还佫顾圣地啦。咱有改变无？并无呢。所以咱讲顶头是啥物？就是讲咱叫做新创造人，安尼才有迄个新的活命。若无，你若一直哦，比如讲信仰，有影我信耶稣，毋过你捌常常祈祷无？我即摆吼带我的中州去探病人，探望会友去病院，啊，其实真严重啊啦。咱嘛牧师嘛出来祈祷，求上帝医治伊的。结果出来了后，出来病房，阮的长老问我讲牧师啊。啊！医生就宣布讲已经无救啊！啊！你拄则祈祷讲有效，你搁祈祷讲上帝，你着救伊，你互伊得到医治。啊！医生就宣布讲无救啊！我讲啊，你半信半疑吗？讲系啊！我就宁可相信上，因为医生的话，我讲啊，咱的信仰是信什么？伫人袂话，伫上帝啦，凡事拢会啊。有当咱祈祷念嘛，无一定有沟通呢。咱嘛是还佫用家己的方式来思考，咱有时还佫一个歹习惯、歹行为一直无改变。所以严格来讲，即款的信仰，不管你做到长老还是做到牧师，你永远是一个无有信仰的人啊。我安尼讲有真严重无？有啊，因为你的生命无咧成长啊，所以咱讲信仰是一种的生命力啊。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成长，你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过来，信仰有一种的，哦，这台语毋知要怎讲吼，这是翻译出来，吊诡性。有听到？专家，吊诡性，台语安怎讲？嘛无啥对啦，因为英文叫做 paradox， 吼，迄个 paradox， 反正吼，这个我拍毋对去啦吼，逆理是道理的理啦吼，我无甲注意到啊，所以拍出来毋对，咱来。就无嘛像个那个盖子，道理的理，吼，毋是英理迄个理，吼，逆理啦 ，paradox， 啥物叫做逆理？咱咧讲是真理，对不对？毋过逆理听个就讲，哦，咱举一寡例啦，比如讲吼马太16章，咱拄则读迄段圣经，耶稣讲，既然要救伊家己的性命，会要安怎？杀落伊。
既然要失了，既然为着我失了性命，要安那？你着伊讲这叫做逆理啦。就是讲你无照咱正常的想讲法，倒变啦。咱讲哦，骑车我爱骑伫迄个顺行嘛，叫咱逆行有无？逆向啊，嘿啦！咱若看到咱咧骑车咧开车，看到人逆向会安怎？哦，会发生危险嘛，对不对？会小弄啊，对，迄叫做逆理啦。哦，也就是讲，耶稣讲20章遐安怎讲？迄个最头，最落尾要最头，最头的要最什么？落尾，这嘛拢足奇怪，用咱正常的想法，我若要最大，我在最头啊，无我要管你，是不是呢？讲无呢，耶稣讲你若要做人的头，要做人的车用呢，要最大的就爱去安那服侍人呢，有无？啊，佫足侪哦，耶稣嘛有讲是啥？比如讲，人若献你的喙皮，献你正面的喙皮，讲来，拜托倒边嘛甲我献者。会袂？咱甲你献出边，我甲你献到转去，我讲来哦，这边嘛甲我献，安尼较平衡。正常人袂安尼吧？有时必报啊！你拍我一棍，我安那向你两棍，佮加利息。我耶稣讲啥物？人若讨你的外衫，讲练讨你的内衫，啊练啥物衫嘛互伊？外衫嘛互伊咧。啊若讲拜托你，你陪我行一里路，讲佮加陪伊行2里路，这种叫做逆理啦 ，paradox。安尼讲奇怪，敢若无啥共啊吼，嘿啦，无啥共啊吼，嘿，科多师傅啊吼，逆向啊，对，逆向思考。好，所以这个逆向，咱会当叫做讲正，意思讲正言若反啊，听甲敢若听正，毋过敢若是倒扁啦。正面的话，毋过听起来是倒扁的话，叫做正言若反。毋是正言法师的正言吼，正面的言语啦吼。所以像拄仔咱读遐，迄拢是叫做逆理。所以这种的，现在讲，这种的信仰的吊诡性，是存在伫上帝行动的中间，并无存在伫理论啦。你若用理论，拢讲袂通啊。paradox， 咱做讲一遍来 paradox， paradox。所以这种信仰的特性，伊是毋是伫理论你讲会通，因为伊这种的特性袂当来消除。一旦若失去这种的特性，咱定讲基督教就毋是启示的宗教啦。后来，所接信仰嘛是一种的要求，英文叫做 demand。来，咱讲一遍来 ，demand， 就是讲这种的要求，就是你要先相信，然后你就会明白。咱拢先要明白，再要安那相信嘛，这是科学啊。科学敢毋是安尼？你要有逻辑啊，你要有证据啊。科学家一定是安尼嘛？你要毋是我要证明啥物？我要先研究，先实验啊。讲你得先相信再明白啊。伊要来说安怎讲？在像第六节讲，世事无信，就袂会好。你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伊有，也是报赏遐求伊的人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呐。世间咱真侪代志拢是先明白，我才要相信。若无咱真容易吃亏啊！无即摆哪遮侪诈骗集团，咱捌去互诈骗过无？捌无？我捌。真正，这差不多伫要到20年前啦。我一天早起听到接到一通电话，对方一个声：“爸爸，你起来救我！”我讲你谁啊？我玉香啦，我查囝啦，伊拄仔都伫美国啊。我讲你谁啦？我叫人掠去啦。我讲你谁啦？叫人掠去，我着替人做保啦。哦，不偌久就一个查甫来甲我，恁查囝哦，即伫我手中。安尼。我讲伊谁啦？伊着替因同学吼做保，因同学吼甲我借钱，还袂出来，所以我掠恁查囝拄下。安尼。哦，迄阵咱就去紧张啊，对不对？想有够钱啊！对方就叫我讲哦，你爱摕50万出来，我要摕倒？哦，伊讲你甲我摕去农村花园咧啊，嘛先去领，无是叫我先去领钱。我讲咁摕遐济钱哦，无咧，无恁查囝的性命危险哦。哦，咱就足紧张对不对？就真正去领钱，你拢戆去啊！甲我所有的，我伊叫我拿偌济，伊讲要50万，我就领出来，较早佫较济钱啦。然后伊就佫敲电话，你电脑袂使关起来，等我的电话哦，伊就一直敲来。我讲要交去倒位？你至少知影我袂出现，我叫我去伫农村花园的一个树仔骹，我佫讲什么地点，做一出入口。迄个时阵阮无顺利，就甲对方一直咧讨价还价，结果伊电话拢敲袂入来。本来佫甲抬甲剩20万安尼哦，我拢无接到电话就真正甲50万下落去。等到我下落了，醒起来，我用骗你。你莫想讲做牧师嘛袂用骗的，我一生第一摆嘛是迄摆啊。后来吼，我迄段无视讯啦，拢靠越洋电话。到尾阮真正甲阮查囝有联络讲，爸爸我在家里啊，在伊寝室内底啊，伊租的迄个纽约迄个所在。伊讲爸爸你哪会容易互骗去啦？我讲哇，猜下都有着你的危险，因为后摆咱有一个通关密语，你莫叫我骗去哦！我感觉我做老亏的，毋过吼，迄我一生中间真大一个，所以后来吼，我有一摆参一个会友咧开讲，伊听到我咧讲，牧师50万啊，趁诚久咧，你做牧师人也毋是做生意啊。伊讲来，我替你解决一段去招5个人啊，怎？甲迄50万倾啊好，摕来互我。我哪会？我哪法度接受你即种的？要紧啊，这个当作是上帝恩典所以吼，我有接受部分啦，因为我知讲有个人经济也无介好，因毋是一个人拢10万啦，有诶较济，有诶较少安尼吼。我有将3个人诶钱佫应因啦，因生活嘛毋是讲介好，我甲接受2个对我诶帮助。我就感觉真感动啊！你知道？这是过去咱去互骗过迄种诶，所以咱就是感觉讲，你若无先明白才相信，安尼真容易去互骗去。毋过信上帝，讲毋是安尼呢，伊是要求咱着爱先相信，你才会当明白啦。伫第4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安瑟伦，有一句名言讲：我相信，然后才会当明白。英文讲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这我当下咧感觉讲，真无法度了解，因为安怎？这是一种信仰的要求，因为上帝是咱信仰的对象，毋是咱要证明的对象。你法度证明上帝存在无？上帝咱看袂到呢，所以咱知影讲，当咱来到伊面前谦卑敬拜的时，伊就进入伫咱的心中，互咱感受到伊的同在。咱再去咧吟诗而乐的时，慢慢一咧带咱听从圣神，求你安那入伫我的心中，又入摆伫咱的心中无？哇！其实你若拍开你的心门，你会感受迄个充满。所以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民族，会当讲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民族。因甲上帝同行，迄个信仰的经验嘛特别丰富啦。所以你知影无？因上帝伫因的中间所行的神迹也特别多啦。毋过，你若看希腊这个民族，因3000年来一直咧证明讲，到底上帝有存在啊无？因为真侪这哲学家有无？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个拢是哲学家。因证明袂出来，因为因无敬拜上帝，因无甲上帝同行的经验，所以因的民族真学得认捌上帝。上帝嘛真少伫因的中间行神迹奇事啦。毋过因充满真侪希腊的神话故事，有没有？因嘛都在神殿啦。太阳神，什么神有无？迄个神话故事。所以咱讲，这是信仰的要求，就是要认捌上帝一个关键，嘛是蒙福的一个途径啦，的一个方法。后来，第9项，信仰有一个困难啦。这个困难就是讲解说上的困难，因为解说的困难是因为人有限啦。人有限，所以学你了解迄个无限的上帝。有限的人无法度去学了解上帝。另外一方面就是上帝是崇高莫测，你知道吗？因为高高在上帝天顶。你看保罗伫异象中间，伊捌到伫3站天去了解上帝的奥秘。伊安怎讲？亲临嘛，伫罗马书11章30讲。上帝的智慧，甲知识的富有伊的判断袂得测度伊的路途对找袂着真正是安尼。所以咱常讲神学，什么叫做神学？神学嘛叫做信仰的解说学。神学家伫咧解说信仰的时，嘛拄着语言无法度解说形容的一个困境。譬如讲，神学家讲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咱就会当安尼讲。迄是上好的形容，勉强讲出来解说嘛。上帝无所不知啊，无所不在啊，无所不能啊，你看袂着啊。毋过你就知影一定有一个上帝，所以神学家真谦卑提起咱，人毋是论及上帝。毋是咧讨论上帝 ，speak of God， 只有你会当对上帝遐讨论出来 ，speak from God，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人所知的有关上帝财物，只有上帝所来启示甲稳定，你才有法度晓悟啦。所以解说信仰，爱信靠上帝启示甲稳定。那无你会成做一种的异端啦。好，最后讲第10，信仰有一个谜，猜谜，迄个谜叫做拍造。这个谜是属于上帝还未启示，互人知影的部分啦。你知影无？先知以赛亚伊捌安尼讲，救主以色列的上帝啊，你实在是家己温密的上帝。你是隐藏的上帝呀！咱的上帝，伊嘛是启示，伊嘛是温密的上帝呢。如果咱的上帝温密的部分，是咱有生之年无法度知影。譬如讲，咱的信仰点的发出讲，为什么？
是安那义人会受苦，啊，歹人会发达。是安那上帝竞选这个人，啊，无竞选迄个人，还是讲主要过来审判日子是倒一天会到啊？这拢是稳捌的。像约伯受苦，伊嘛毋知是啥物原因嘛，一直到上帝出现有无？伊安怎讲？早我耳根捌听见你，但现在安那？我亲目看见你啦。有啊，甚至保罗嘛讲，当咱对镜在看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当所在无完全，到时，就安那，就知，亲像我主知一样。所以咱伫学习的态度是，秘密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咱的上帝。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咱甲咱的子孙啦，阿免。好，咱若有即款的人捌，那呢，咱千万毋通去试探上帝，明白无？好，望以上甲顶礼拜讲的即10项，会当帮助咱建立正确的信仰。咱三到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阮知识有限，阮所在嘛有限，总是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阮知影，用阮有限的人要来认捌无限的上帝，这是非常的困难。总是阮有缘要。用阮的感性来相信，然后你就要互阮用理性的明白。主，阮知影，你是阮的上帝，是创造阮的神。阮有限的人绝对无可能完全认捌阮所认捌的上帝。总是阮要相信，对阮的心底完全的相信。相信上帝所予阮的启示，所予阮的引带，阮若信靠你，就要得到真实的平安。愿主引带阮人生的道路，到有一天，阮倒转去，甲主你当头对面的时，阮就要明白所有奥妙的事。当阮安尼相信的，阮就要得到更较大上帝的祝福。恳求主祝福阮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互阮通过阮所听所讲的，帮助阮的信仰更较得到坚固，得到进步。阮来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感谢医治牧师用着圣经真深个、真奥妙的信仰的功课来教导咱。感谢主，咱只是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583首，583首，愿主存你圣手，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我
这是请大家批判心来奉献，请同工来接献。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今仔日有一个新的朋友，是真小姐妹的朋友，美珠，咱要欢迎美珠伫咱当中，伊从日本转来哈，好，咱欢迎美珠。来，从日本做访转，咱来唱欢迎歌好无？耶稣请你，请坐，请坐。咱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咱台语来读2摆，先来。世事无信，就袂话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以有。也着报想遐会求伊的人，搁一摆，世事无信，就袂话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的确着信伊有，也着报想遐会求伊的人。阿妹，伊别来说11章第6节，咱这是先来庆生节，5月份的寿星有真侪位。5月份寿星来请主动请来台前包括仁和长老、春梅姐、仁义长老、春梅姐秀兰长老，反正5月份的我也无来，荣珍长老、慧珍无来，丽娟、玉佳嘛无来，
永年节有来无？永年节，请来5月，囡仔是5月出世的，5月份若周报无登记的，咱会使来到台前，互阮甲恁祝福，赠送赠礼，5月份寿星都请来台前来台前，咱大家做阵来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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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请牧师来为因祝祷好无？请牧师来为因祝祷。5月份，阮有侪的受请来接受阮兄弟姊妹对因的恭喜甲祝福。愿上帝赏赐互所有的受请因身体拢健康，万事亨通，灵魂得到兴旺。愿主赐福，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主恩满意。主恩满意。来，咱来看消息的报告的第2点啦哈。第2点就是后主日5月11号母亲节要举行联合礼拜，是联合礼拜已经有母亲节特会啦，就是有这个牵手30。结婚30周年以上要行红地毯啦这名单伫周报顶悬，包括辉煌长老夫妇、正义执事夫妇、国祥长老夫妇、文珍夫妇，包括一致牧师夫妇，建宇夫妇，还有荣珍长老夫妇，还有美英姊妹夫妇。仁和长老夫妇、雅展夫妇，有陈夫妇，林祥夫妇，总共有12对啦我是提醒大家即要做红地毯的夫妇会当提早来，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会当提早来，因为伫9点左右就要行红地毯，要先入场，就是有一个流程会先行红地毯。你若准讲伤晚啦，拄好卡伫9点的时间，有会友要入来，阁有夫妇要行红地毯，行会足拥挤的。所以邀请大家后礼拜提早来做礼拜，好无？9点进前就来，好无？会当提早15分至20分来上好，好无？感谢主。第3点就是礼拜后若有新人拢邀请新人可以留在1楼沙发那边，有关怀组会当甲伊关怀，所以沙发的那个位置就留互新人甲关怀组长老也是关怀组的人员来坐安尼周三拢有祈祷会欢迎大家会当来参加。来守望教会读经彼此代祷。第5，请大家过目。团契的消息主日2今仔日去到咱厝对面的百年的罗州国小伫遐做校外教学。肢体相通的部分，请继续为着教会，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或者是为着
各国家的一些受苦受难同胞来祈祷，拢记载伫个旧报顶管啊，请咱伫灵修的时阵会当提名为以下会来代祷安尼。咱即是咱来做尾变诗，咱来吟尾变诗啦尾变诗是神圣诗100首，神圣诗1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大家起立来吟。吟诗煞请医治牧师来为咱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平安宁。咱大家来领受上帝赐福。当阮要离开的时，阮求主，你的仁爱甲阮三角伫地。无论阮去什么所在，愿主拢来赐福阮。阮用阮大家拢会当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阮三角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